来看印尼有全世界上济热矿物饼正做东南亚的电动车中心。今年7月，南韩汉达汽车伫当地起世界上大规模的电池厂。印尼政府嘛望讲，阁有其他的国家去投资。说伫印尼，也是东南亚第一间果是上大电动车电池厂的生产线顶，规排机器人超过当咧轨道上精准的组装电池。南韩现代汽车联手 LG 同齐打造这座开12亿美金的工厂了后，印尼即马更加扩大寻求增加投资，目标是就此加入东南亚电动车中心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中国汽车制造商50将宣布要伫2024年底进前，伫因的印尼工厂生产电动车电池。Right how low. It'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, the electric vehicle market. 印尼有全世界上大的热度量，也毋过就算有资金，又有真侪挑战，加工、加提炼能力无好，加其他类型电池兴起，像中国采用更较俗、安全性更较悬、寿命更较长的磷酸铁锂电池。另外，环保问题也袂当疏忽，热矿开采需要心灵抽查，拢是大挑战。Just by having a nickel production doesn't mean we can rule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electric vehicles. Right now, we produce about half of global nickel production, but you only have about 0.4% of the battery production capacity. 根据印尼经济部2024年电动车销售20万台，成长3倍。刚属于当接10国，阁是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泰国，目标设定2025年加入电动车生产重镇。2023年，纯电动车销售7.6万台，也是竞争强大的对手。公司新闻5连编译。